各位型仔型女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越讀越有型啊！我係 Andre。咁上一集呢，我哋就講咗3條法則，關於點樣喺呢個世界度保護自己、建立自己嘅位置。而今集下集呢，我就揀多咗3條法則，係我覺得喺日常生活入邊你係可以即刻用得着嘅，係關於點樣令人哋更加重視你，點樣咧可以喺複雜嘅人際關係入邊變得游刃有餘，同埋咧點樣面對你得唔到嘅嘢。咁事不宜遲，即刻今日嘅分享啦。第4條法則。法則第16，用缺席換取尊重 ，use absence to increase respect and honor。我哋人呢，永遠都唔會好好珍惜隨手可得嘅嘢。你諗下，可能你以前呢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想要某一樣嘢，但係當你真係得到咗之後，反而就冇咗當初嗰種渴望，就係因為你得到咗，就唔會再覺得罕有啦。而你呢一個人，你嘅時間，甚至乎你嘅存在呢，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因為當你呢個人永遠都喺度，永遠都有時間，永遠都可以即刻覆 message 嘅話，你咁樣做唔係體貼，而係親手將你自己呢一個人變成一樣好普通嘅嘢。呢一個世界有一條鐵律，就係罕有先有佢嘅價值。鑽石之所以咁值錢，唔係因為佢有幾靚，而係因為佢唔係隨處可見啊。而你嘅出現，亦都係一樣嘅道理。但係咧，千祈唔好誤解呢條法則。佢咧唔係叫你由頭到尾都要懶神秘，唔係叫你擺架子，亦都唔係叫你對人愛理不理，而係建議你先建立後抽身。你要先令人記住你，令人需要你，令人捨唔得你離開。等你喺對方嘅心入邊佔一席位嘅時候，先開始有選擇性咁缺席。而當中嘅次序呢，就唔好調轉，冇建立過存在感就缺席，呢啲唔係神秘而係消失啦。而我相信冇人會掛住一個佢根本唔係特別在乎嘅人。Robert 仲話學識 say no 係一種你要練嘅能力，唔好咧做一個永遠有求必應嘅人。當你嘅出現係經過選擇嘅，係有限度嘅，咁人哋自然會開始珍惜你嘅時間，因為佢哋知道你嘅存在唔係必然嘅。而所以你嘅缺席並唔係冷漠，而係話俾呢個世界知你嘅時間係有價值嘅。第5條法則，法則24，成為完美嘅朝臣 ，Play the perfect courtier。每一個辦公室、每一個朋友圈、每一個組織入邊，我相信都有一個隱藏嘅階級。有啲人呢就拼到你死我活，爭到頭破血流；亦有啲人呢硬係會俾人踩住嚟上。但係就有少數人呢，佢哋就冇咁樣嘅經歷。佢哋嘅上司會欣賞佢哋，佢哋嘅對手會怕咗佢哋。但係佢哋咧，從來都唔需要大聲嗌，唔需要出手搶，佢哋淨係靜靜地坐喺一個冇人可以撼動到佢哋嘅位置。Robert 咧就形容呢一種人叫做完美嘅朝臣。喺古代咧，朝臣係靠取悅國王而生存嘅人，而今日咧，皇宮就變咗做辦公室、政黨、社交圈，但係遊戲規則咧，從來都冇變過。Robert 佢就話要成為完美嘅朝臣，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權力咧係一場形象嘅遊戲，當中咧唔係關於你係咪最叻嘅人，而係關於咧你有冇能力令到有權力嘅人覺得自己係最叻嘅人。呢兩件事咧係完全唔同嘅。咁作者 Robert 咧就喺書入邊列出咗幾條規則啦，而我覺得呢幾條咧都幾值得大家去記住嘅。首先第一咧就係千祈唔好晒命，永遠都唔好主動去吹噓自己嘅成就。呢度咧唔係叫你唔好有自信，而係要你明白真正嘅高手係唔需要自己講嘅。你嘅目標咧唔係要成為全場最耀眼嗰個，而係要成為上司最離不開嗰個。第二就係要做好分內事，千祈唔好畫蛇添足。相信好多人都以為咧做得越多代表能力越強，但係 Robert 就講呢個諗法咧係錯嘅。用力過猛從來都唔係一件好事。你做得太多太出格咧，人哋反而唔會覺得你係叻，佢哋只會開始懷疑你係咪想用呢一啲額外嘅付出去掩蓋自己某方面嘅不足呢？真正嘅高手咧係清楚知道自己嘅位置，然後喺嗰個位置上面做到無懈可擊啊！第3係學識因時制宜。所謂嘅完美朝臣呢，其實就係一條變色龍。假設你嘅上司係一個嚴肅嘅人，咁你就盡量變得沉穩認真。如果佢重視創意嘅話，咁你就要變得靈活開放。而如果佢係中意啲輕鬆嘅氣氛，咁你就變得幽默自在。呢度咧就唔係叫你變得冇立場、冇原則，而係叫你明白一件事，同一個你咧其實係可以有唔同嘅面貌，你要識得調整。而因時制宜係一種能力，絕對唔係軟弱啊。咁喺呢一篇法則入邊咧就提到一個人係我自己睇完之後覺得，喂，呢個人係真係幾犀利喎。咁咧佢個名叫做塔列朗，後世形容佢呢個人咧叫做權力場上嘅不死鳥啊。有呢個
外號咧嘅原因係因為佢成功喺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時期嘅帝國同埋王朝復辟3個完全唔同嘅時代成功幸存到落嚟。佢唔單止係幸存落嚟，而係每一個新上台嘅當權者咧都會第一時間揾佢，係人哋求佢留低。因為佢清楚明白喺權力嘅遊戲入邊，你唔係靠正面交鋒嚟贏嘅。有權力嘅人自尊心通常都係極強。你如果直接話佢錯，你企出嚟反對佢呢，就算你真係啱啊，其實到最尾你都係輸嘅啫。所以聰明嘅塔列朗佢從來都唔會咁樣做。每當上位者想做一個錯誤嘅決定，佢都唔會正面去反對，反而佢會靜靜地不動聲色咁樣提出另外一個方法，令對方自己覺得呢一個係更加好嘅主意，而且咧係佢自己諗到嘅。雖然咧你嘅想法最尾變咗佢嘅功勞，但係咧因為佢開心，你安全，咁成件事其實係雙贏嘅。咁所以咧要成為一個完美嘅朝臣，淨係識得擦鞋同埋做一個虛偽嘅人，只會令到上司尷尬，令同事反感嘅啫。反而咧要做到眼觀四方，好好觀察在上位者嘅性格，同時學識保護佢嘅情緒，保護佢嘅決策空間，令佢覺得就算有問題，你咧已經幫佢諗好下一步點樣做。而呢一種先係真正嘅智慧。而最尾想分享嘅呢條法則就係法則36，忽視係最高級嘅報復。Distinct things you cannot have, ignoring them is the best revenge。當你好公開咁樣表現出你有幾渴望、有幾在乎得到一樣嘢嘅時候，你將你自己嘅弱點親手交俾對方。而最好嘅做法係表現出你根本唔在乎啊！拼命追求一樣得唔到嘅嘢，係會令你顯得狼狽同埋絕望。而當你表現出漠然，表現出你唔在乎，神奇嘅事就開始發生啦。對方反而會開始更加想得到你嘅注意，想更加令到你在乎。因為人嘅本性呢，係對唔在乎自己嘅人更加着迷。你越係追，佢越係走；反而你越唔在乎，佢越係會翻嚟啊！而如果有人試圖想激嬲你，想令到你難堪，令到你出醜嘅話，你最有力嘅回應唔係反擊，而係當佢完全冇到。因為如果你一旦俾咗反應佢，就等於你親口承認咗佢有能力影響你。但係咧，如果你係忽視佢，當佢冇到，咁你係話緊俾佢知，你根本唔值得我花呢個精力喺你身上啊！對住一個渴望得到你注意力嘅人嚟講，冇反應係最殘忍嘅懲罰。而將你嘅精力咧放翻喺一啲真正值得嘅人同埋事上邊。咁今集嘅影片咧就差唔多到呢度啦，希望各位型仔型女聽完呢6條法則之後會有所得着啦。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創作嘅最大動力。閱讀令你更聰明，知識令你更有型。我係 Andre，我哋下一集分享再見啦，拜拜。